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1月1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伊朗，聊一聊波斯。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又闯祸了为了口舌之快再一次激怒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咱们说了是老和尚与大流氓互怼，这下事情好像又搞大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本来这个特朗普调门已经降下来了，似乎不想打了，对吧？似乎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说伊朗取消了对800人的处决。但是这个哈梅内伊充分的体现了叫一掐脖子就翻白眼，一撒手他就乱吹牛，神气活现活蹦乱跳，亲自出面亲自露面不是躲在那个话筒后面，发表了一番非常强硬的言论，并且自己还觉得不过瘾，还发到这个社交媒体上，好让这个特朗普能看到，就差点就是艾特特朗普哈梅内伊承认伊朗死了数千人，但称这些人是叛乱分子杀的，而叛乱则是由美国策划的，其目的是吞并伊朗。哈梅内伊认为美国总统有罪，因为他给伊朗人民造成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哈梅内伊表示，伊朗人民最终战胜了美国，但这还不够，美国必须维持承担责任。伊朗无意将国家引向战争，但绝不会放过国内外的犯罪分子。更绝的是1月18号美国媒体叫《政客报》是吧，独家披露说特朗普还真看了伊朗最高领袖发布的充满敌意的不友好的这个 X 上面的帖子。大家能想象特朗普看到那个帖子的时候是不是嘚的起批了，吹胡子瞪眼了。然后特朗普说伊朗是时候寻找新的领导人了。咱们脑补一下这个特朗普顺手抄起电话就给那个郝克塞斯打过去了。战争部部长郝克塞斯说对吧，咱们的航母现在在什么地方？郝克塞斯向大统领特朗普汇报，美利坚合众国的林肯号航母编队已经穿过马六甲海峡，预计3到5天到达波斯湾。特朗普一听想一想，还再忍3到5天吧。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特朗普这边撂下电话，那边又传来了坏消息，又有人挑衅他。这回不是哈梅内伊，而是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对特朗普来说这是老虎不发威这伊朗人当他是病猫这个佩泽西奇扬怎么激怒了特朗普呢？大概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看哈梅内伊骂这个特朗普好像特朗普也没什么反应，也没斩首，也可能是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他要跟最高领袖要看齐，这叫看齐意识对吧？最高领袖都骂了这个特朗普，那他不骂不合适他不骂不说明这个佩泽西奇扬跟美国人跟特朗普叫暗送秋波，眉来眼去，勾勾搭搭，勾肩搭背，里通外国嘛。所以说这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月18号立马也通过社交平台发帖子，而且也艾特这个特朗普。这是伊朗人骂第2遍骂这个特朗普。佩泽西奇扬说任何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攻击都将引发全面战争。你说这不就冲这个特朗普来的吗？这就是专门气特朗普的我感觉这个佩泽西奇扬更像是拱火浇油有点这个梅德韦杰夫的意思就是特朗普你不是贼吗？你不是厉害吗？你怎么不敢打哈梅内伊呢？你要敢打哈梅内伊，那就是向伊朗宣战，那就是全面战争。敢动我们领袖对吧？哈梅内伊，我要让你知道厉害，有种你过来打。关键这个佩泽西奇扬在声明中表示，如果说伊朗亲爱的人民在生活中面临困难与困境，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美国及其盟友长期以来的敌意以及不人道的制裁。而对伊朗最高领袖的任何攻击都等同于与伊朗人民全面开战。佩泽西奇扬这个意思不言自明，对吧？他说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与伊朗人民一刻也不能分离，打哈梅内伊那就是打伊朗人民。但是反过来打伊朗人民那不一定是打哈梅内伊，哈梅内伊挨饿那就是伊朗人民挨饿，伊朗人民挨饿那不一定是哈梅内伊挨饿。反正这个逻辑就这么个逻辑情况就这么个情况。这个佩泽西奇扬浓浓的一种求生欲表现了伊朗无语就在伊朗这个群众运动，是吧？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佩泽西奇扬跑出来讲话，安抚伊朗老百姓说这个不是美帝的错，也不是什么国外势力，不要凡事都是责任在美西方，这个就是我们没有做好，我们政府对吧？没有解决好老百姓的深层民生问题。这个佩泽西奇扬那是沉
诚意满满。结果伊朗呢现在啊群众运动退潮了，已经被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镇压下去了。这个佩泽西奇扬马上跳出来啊，一改前2年的说法，说这个就是美西方导致的，我们老百姓现在日子不好，就是美西方制裁导致的，而不是这个咱们这个教士集团，不是咱们这个什么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个毒瘤。可见啊，伊朗内部啊现在血腥的镇压，伊朗内部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开始抓内奸，清洗正在开始。连这个总统佩泽西奇扬都要通过骂这个特朗普来表忠心啊。现在谁骂特朗普的声音越大，说明越忠诚于最高领袖。所以不难想象啊，接下来这个3-5天里面，特朗普要挨这个更毒的骂，要受到严厉的指责。伊朗的这高官啊，把骂特朗普啊当做投名状，当做向哈梅内伊表忠心的，对吧？一个壮举。目前看啊，特朗普还没回应，也可能啊是气的这个背过气去了。这还不算完啊，伊朗的媒体开始放风了，说伊朗已成功试射一枚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这个已经不是嘴上说说了啊，这是实际行动来回应特朗普。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接下来伊朗挨揍啊，那还真不冤。而伊朗国内啊，现在局势大家恐怕都能想象，都能脑补。伊朗现在短暂的开放了这个网络之后啊，还通信，现在又继续封锁，所以伊朗很多真实的情况很难传递出来。但是啊，通过有限的信息啊，可以发现，现在的伊朗绝大部分对外通信已经被封锁，但是啊，在很多地方，伊朗年轻人还没有被吓退和逼退，各个地方还有零星的啊这些伊朗人去示威，但是毫无例外，一定会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镇压。有国外媒体说啊，这个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开始使用有毒的化学物质，也就是毒气啊，神经毒气，对付这些示威的群众。伊朗国家电视台正在播放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啊挨家挨户逮捕美国支持的暴徒的画面，以便将他们绳之以法。节目中还播放了从被拘留者那里逼供的供词，也就是把这些人抓住之后啊，让他们上国家电视台悔罪、忏悔、痛哭流涕啊，然后自己证明自己从犹太复国主义或者是美帝霸权主义呢拿了钱，是1450呢。当然了，特朗普啊那是鸭子划水啊，表面上看悠哉悠哉，实际上底下可没闲着啊，2条腿啊不停的倒腾呢。除了那个林肯号星夜兼程开往波斯湾，美国五角大楼已将第2航母打击群乔治·布什号送往中东。航母打击群还包括了至少3艘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外加至少1艘携带战斧导弹的核潜艇。从以往的经验可以得出，航母战斗群将在4到7天内到达临战位置。双航母战斗群啊，这是美军这个惯常的做法。这还不算啊，成千上万的美国三角洲部队和精英部队抵达中东。根据媒体报道啊，这个美国派出的叫游骑兵和精锐的三角洲部队，乘坐这个大型运输机啊，已经抵达中东啊。这个人数啊，说有3万人，这是主力部队啊，再加上其他的后勤人员呢，美国已经在中东部署了将近5万名，而且有很多这个飞行组织吧，他们已经捕捉到一些信号，就是 F-35、F-15吧，F-15什么战斗机啊，已经在波斯湾，这个恐怕都是一种震慑啊，也就是告诉伊朗人别着急，我们来了，大部队还在后面，就是我先过来探探路。伊朗的这些神棍呢，就趁着这几天啊，美国的航母还没来，赶紧呀，有屁快放啊，有话快讲，快活一天是一天呢，骂一天是一天。从科威特的一个大型后勤中心到卡塔尔的一个重要空军基地，成千上万的精英部队，包括特种部队和三角洲部队，正在被部署以加强美军的态势。这一人数大约从34000人激增至近5万人，包括现役部队和支持军事行动的文职人员。不仅在陆地上，美国也在通过在地处水域部署驱逐舰和全副武装的巡洋舰来增强海军实力。美军的这些动向，实际上在告诉伊朗，告诉这个教士集团，告诉伊朗人民，再忍耐几天，惊喜正在路上。伊朗国家电视台遭到短暂黑客攻击，播出内容中断，充斥着抗议画面、反政权信息以及巴列维呼吁民众进行抗议和叛逃的讲话。也就是有黑客把那个伊朗国家电视台给黑了，播放出跟伊朗神棍政权完全相反的这种宣传节目。在这个伊朗教士集团高压之下，伊朗国内现在到处在抓这个美国间谍。
所以伊朗啊这些高官呢，人人自危，连佩泽西奇扬对吧都要出来自证啊，连他都有可能被抓。那个前总统啊鲁哈尼已经被抓，所以说啊这个伊朗的高官人人自危，都想提桶跑路啊。伊朗国内现在就是个高压锅，不仅有可能面临特朗普的这个军事打击，还面临内部清洗、内部倾轧，而且还有可能遭到伊朗老百姓的清算。所以这些教士集团的这些高官呢，实际上是人心不稳。你比如说啊，曾经任伊朗驻日内瓦联合国欧洲总部常设代表团高级外交官，也就是副团长啊，叫阿里雷扎吉拉尼霍克马巴德，近日已正式脱离伊朗外交系统，并在瑞士提交政治庇护申请。其申请理由据称与当前伊朗国内政治与安全局势高度相关，尤其是对返回伊朗后可能面临政治风险表达担忧。也就是啊，这个伊朗驻瑞士的代表团的副团长叛逃了，申请政治避难。这个是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第一个，它是公开的啊，其他的都是传言。随着内贾德被销声，莱西坠机，鲁哈尼被软禁，伊朗在面对外部极端施压的情况下，内部继承人斗争愈演愈烈，也许这才是压垮伊朗的教士集团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外部高压之下啊，伊朗教士集团内部啊也会产生分裂。表面上看啊，他们现在铁板一块，实际上暗流涌动。这个华盛顿邮报报道啊，说美国暂缓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军事行动的威胁等级预计不会很快降低。特朗普在未来2到3周再批准对伊朗的攻击。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总统将在未来2到3周内再次有机会批准对伊朗发动攻击，届时美国向该地区部署的军事力量将到位，这将有助于消除以色列对其自身安全的担心。据消息人士透露啊，美国军方中央司令部已得到指示，制定人员配备计划，以便在未来1个月内提供7×24小时全天候的高级别支援。伊朗数字权利人士表示啊，说伊朗计划永久脱离全球互联网，只允许通过政权审查的个人链接互联网。一项将国际互联网接入变成政府特权的秘密计划正在进行中。监测伊朗互联网审查组织在报告中写道，根据该计划，拥有安全许可、经过政府审查的人才能链接全球互联网，其他伊朗人只能访问国家互联网，也就是啊，全面朝鲜化。学朝鲜呢，这下伊朗人民有福了啊，再也不用担心海外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消息啊腐蚀干扰。每天看到的都是感恩、感谢、感动，都是好人好事，都是伟大领袖啊，哈梅内伊啊，跟大家一起同甘共苦，吃糠咽菜。刚才我们说的啊，从伊朗的这个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到总统佩泽西奇扬，他们对外啊，他们表达出来是很强硬，怼这个特朗普，指责美国；对内呢是高压，对吧？正在清洗。这一切实际上啊，都是做给伊朗人民看的，他们很强硬。而实际上呢，伊朗的教士集团啊，一方面给美国跪下了，很丝滑，因为他们正在跟特朗普的代表维特科夫在谈判。维特科夫啊，拿着一份要伊朗投降的这么一个方案，当然投降打个引号啊，什么第一个啊，也要彻底放弃浓缩铀；第二个要销毁远程弹道导弹；第三个要停止支持这个什么抵抗之虎啊，海外的这个恐怖活动、恐怖分子。也就是啊，这个有4条嘛。这个伊朗政府正在跟美国谈判，这不就是要伊朗投降吗？当然他对内啊，来表现出一个反美抗美这么一个人设，不惧美国的施压。与此同时啊，伊朗也在充分的啊跟周边这些国家在做工作。做什么工作呢？希望这些国家，比如沙特，比如卡塔尔，比如伊拉克，对吧？你们赶紧劝劝特朗普，拦一下，对吧？不要真打。根据央视报道啊，伊朗同地区多国展开磋商，磋商什么呢？说呼吁维护地区稳定，避免局势升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1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从波斯湾到墨西哥湾，美国始终是紧张局势的制造者，煽动紧张局势的始终是美国而非伊朗。他强调，伊朗将展现实力和坚定决心，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对伊朗进行侵略行动。我给翻译一下啊，也就是伊朗啊找周边这个国家去递话，对吧？你们劝一下特朗普，如果特朗普要打我的话啊，首先我这个导弹也可不长眼了，你们周边这个国家只要有美国军事基地的，我都要炸。我炸的是美军的资产军事基地，但是
是万一飞偏了，对吧？炸了你们首都，那或者是被美军的这个导弹击落，误炸了你们首都，这个只能表示遗憾。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如果特朗普要轰炸伊朗，那么势必造成难民，这些难民潮也可能就要涌入你们这些国家。你一说难民潮所有的国家都头疼啊。第三个就是一旦打起来，那我可这个对吧？导弹不长眼呐，霍尔姆斯海峡那肯定是用不了了，也不安全呢，你们也不能走啊。你们这些靠出口石油活着的国家，你说怎么办吧？耽误1个月，耽误2个月，甚至耽误个半年，也就是这么3招。那你说周边这个国家谁受得了呢？那伊朗就说但你赶紧去劝特朗普，对吧？意思一下就完了。所以周边这个国家恐怕都在给特朗普打电话，那意思就是对吧？别动手，你一动手这难民就涌入我们国家，你一动手，这个霍尔姆斯海峡被封锁，这个咱这油也出不去。所以你就看到了很奇怪的现象1月18号，伊朗与伊拉克两国外长在德黑兰举行了一场备受瞩目的联合新闻发布会，双方不仅发表了联合声明，更释放了一系列高度一致的信号。你说伊拉克和伊朗这个以前是对吧一对老冤家，现在居然在伊朗对吧就要挨这个美国炸之前，伊拉克居然跟伊朗两人这个狼狈为奸，勾勾搭搭。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是这个伊拉克它不是2个美军基地吗？一个美军空军基地干撤，就是美国人赶走，把基地还给这个伊拉克了。也就是说伊拉克现在失去了美军，对吧？他现在正是虚弱的时候，就在这个关口伊拉克的外长跑到伊朗，说白了就是到时候真打起来，对吧？你最好别炸我这还有一个美军基地，对吧？这个难民不要往我这跑，就这意思。那伊朗肯定劝那跟他说，对吧？那你去劝特朗普咱们发个联合声明吧，一起对吧遏制一下特朗普。伊拉克跟伊朗没有什么共同利益两人都是卖石油。伊拉克人家现在老百姓日子好过得很，日子是蒸蒸日上，谁跟你伊朗后面拖后腿只不过是中东阿拉伯国家都害怕伊朗这个流氓，怕他在捣乱，对吧？他不是搞什么抵抗之虎吗？如果你要不跟他这个合作或者不配合他到时候搞一些什么恐怖分子，在你们国家搞一个敌对组织，什么哈马斯、脱协军之类的，谁也受不了所以只能是捏着鼻子跟伊朗打交道。按照这个美国共和党议员格雷厄姆的这个说法，中东的这些阿拉伯国家他们打心眼里也不希望伊朗走上这个正轨，因为他们就是教派宗教信仰不一样，一个什叶派，一个逊尼派。伊朗的石油储量也不小，如果伊朗正常化了，那对这个沙特对阿联酋这都不是什么好事，也就是相当于这个市场供应增加了。因为伊朗现在是受美国西方制裁打压，对吧？他虽然偷偷的往出卖油，但毕竟不能正常卖。如果说伊朗也过上了正常的日子，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那它的石油出口一定会大幅上升，老百姓日子也会越来越好。那这个对那个沙特的王爷们来说就是那些阿拉伯王爷，对他们来说都不是好事，他们不希望，对吧？伊朗你还是穷着点好，对吧？你就自己作吧。所以对中东的那些阿拉伯国家来说，伊朗你关起门来自己作还挺好，千万不要正常。所以说格雷厄姆说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改变中东1000年的格局。但是这些阿拉伯国家纷纷给特朗普打电话，希望特朗普不要轰炸伊朗，不要攻击伊朗。最后我们再看一看这个伊朗流亡海外的末代国王之子巴列维。根据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说巴列维在华盛顿召开的记者会上称，伊朗军队和安全部队中有许多人已私下向他表示效忠，并自称是唯一有能力确保国家实现稳定过渡的人。这个巴列维已经和这个特朗普的什么特使维特科夫已经见过面了是不是面试看看他有没有能力稳定这个伊朗的局势，接管伊朗的政权。巴列维指出各国应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领导层发动打击，冻结神权领袖的资产，并将伊朗政府的外交官驱逐出境。他也呼吁国际社会协助伊朗人民突破政府的互联网封锁。巴列维还说他已为那些想脱离伊朗政府或安全部队的人建立一条安全的通信渠道，并称已有数万人联系他。美国媒体报道，巴列维上周曾同白宫特使维特科夫会面，但巴列维周五拒绝透露详情，只说现在是敏感时期。他认为只要美国肯伸出援手，永远不会太迟，并誓言我们将战斗到底，直至取得胜利。由于伊朗封锁媒体和网络，因此很难评估巴列维目前在伊朗国内的支持率有多高。
路透社联系上的德黑兰居民周五透露，首都过去4天相对平静，虽然无人机仍在城市上空飞行，但周四、周五并未出现大规模抗议活动。不过，由于伊朗局势前景不明，美国可能采取军事行动。欧盟航空安全局周五仍建议航空公司避开伊朗领空。新西兰和斯洛伐克同天也暂时关闭驻德黑兰的大使馆，并撤离外交人员。新西兰外交部说大使馆已经转到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运作。新西兰建议民众不要前往伊朗，并呼吁在伊朗的公民立即离开。也就是战争的脚步离伊朗越来越近，离伊朗的神棍政权越来越近。我们继续关注。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